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雅珊，欢迎收看10月31日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因各地化社会为着让厝内老大人得到完善的照顾，少年人也会当放心出外工作。议员后顶在建议将现地真济档的新营病院北门分院规划做长照家己照中心。对此，社会局表示，目前该计划已经送到中央等待核定。卫生福利部新营病院北门分院，伫民国101年迄当阵被人放火，造成严重意外。事后经过几啊冬，病院依然无进行重建。对此，议员后顶在曾经向市长来请示，建议规划做长照家己照中心，来照顾上美地区的老大人。想讲特别借着这阵来了解工作进度。长照甲入照啦，无这个病院都要反火啦，听讲顶管有落来勘查啦，到底进度安怎？家己做报告吼，这个所有权要是伫新营病院，新营病院10月已经送这个计划去予中央，中央已经咧处理，但是即摆还未核定，还未核定落来。即摆核定落来了，较输啦，中央核定落来有钱啊。伊即摆新营病院会来委托咱台南市政府，甲伊签一个约，来替伊代办即个工程的部分。这新营病院，咱即个部分要做即个长照，会真济设施，比如讲咱第1楼可能会做居家医疗的中心，2楼会做日照中心，另外3楼、4楼会做一个多层级的即个。大个所在，老大人大个所在，另外就是讲，咱会做一个团体家屋，咱这个设计拢有互新营病院嘛有送去中央啊。另外，议员佫关心到真济北门客家地区的水利建设，包括北门区英良桥，因为地层下陷，桥面甲水面愈来愈接近，伫中水的时阵，就已经满到桥底。伊希望会当将桥梁的悬度增加，以防止灾害的发生。对此，公务局表示，桥面增悬的工程已经有咧规划，然后会再邀集水利局甲居民进行讨论，等待达成共识以后，就会当来施作。但是，嘉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伫去年就已经正式启动，议员陈金珍上午伫总质询当中，除了关心工程的进度，也烦恼未来产生的交通乱象，要求交通局提出配套措施来度过交通黑暗期。台南铁路地下化工程连接段伫去年就进行拆除作业，离整个工程有计113年完工，当中包括9个并沟道、4个地下道、甲3个路桥，拢要消毒。议员陈金珍烦恼7档的时间过程会造成交通黑暗期，即阵交通局有规划什么款的配套措施来应用？如果这个在施工的期间，这么9个的一个平交道。还有8个的地下道，这个的影响的黑暗，你们怎么来做相关的一个措施？要提交通维持计划书出来了，就说像，你们本身要有那个想法，有那个概念。像一般比较大路口湾起工会要求他们做半施工，基本上你整个生产路以后大概就是半施工就是要最少维持。因为我看最有问题的就是青年路嘛我说明一下好了，因为它是这样我们把那个一般的平交道口还有高架桥跟地下道分开讲了对，因为平交道口其实相对上它的黑暗期比较短，是因为短是多久？我说明一下，就明挖覆盖它直接挖下去，对不对？对啊。挖下去以后，上面会加设覆盖板，所以你覆盖板铺上去以后，它就可以通车。所以平交道的黑暗期是最短的。那差不多多久？它施工大概会大概2个月左右。同时，议员指出，包括青年路、新山路等滨高道的路口，因为滨高道号志甲道路的红青顶无连接。
常常出现火车已经通过，但红青灯却也未转弯，造成塞车的情形更加严重。所以，建议交通局调整红青灯的时间。你青年路既然能够做，表示其他的路口也能够做啊，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北门路、大同路这个交叉的这个路口呢，赶快通通把它连结？半年内有没有办法跟这个铁工局？ OK 好，半年我们尽量来。半年内一定要完成。今年完成了。哦。对此，议员也希望警察局在上下班等交通流量大的时刻，会当派员到滨高道来控制交通号志，以疏解交通乱象。但是，文山林根采访报道。自台南县市合并升格以后，议员单调来更加感受到经济资源拢集中伫原台南市。 溪北地区颠倒避变演化的问题，因此伊主张县市分家，并提出台南市公道法的修正，希望交由市民决定。议员单调来承诺伫总质询时指出，台南县市自合并升格以后，愈来愈感受到溪北地区避变演化的问题，并表示经过立营民调。 有5成以上的民众认为避变演化，所以主张修正台南市公道法，增加资讯性公道，希望互县市分家。我找无法令通去县市分家，唯一的就是修正台南市公投法。台南市公投法，我们可以增加一个资讯性公投。就像这个国家安尼，来继续咧，就像这个国家，伊嘛是资讯性公投，这是因最后的1英里的路，迄是一个精神。资讯性公投也会当互你做一个参考，讲你搁继续把放上，你搁继续将台南区边缘化，台南县边缘化。我知影你即马立营的，搁你紧张啊！吼，民进党的立营的，搁要将这个案要搁砍呐。 要搁站啊，处理站无要紧。你民进党就是要讲，公道法爱修改啦，啊无都像鸟笼的安尼啊。即马换我提出来讲，袂使，会袂使。各位市民，你甲想看卖？ 另外，为了发展溪北地区的产业甲观光，议员建议争取增减计划经费，予南回升级园区，会当迈向国际化的目标。并以韩国、美国等济沿海，也即是有港口的城市为例，希望有地理位置优势的北门区，伫观光甲产业方面会当再出发，创造更较好的未来。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 伫行政院增减基础建设甲经济部的大力支持，工业技术研究院下晡率先进驻沙仑力量科学城，同时甲台塑公司共同打造太阳能电池的生产线，希望伫产官学研的合作之下，成为力量基础建设重要的第一步。 在经济部主秘林万局长、台南市副市长等贵宾的见证之下，工业技术研究院3载下晡正式进驻沙林的力量科学城，希望以这作为基地，对研发、量产到验证等阶段，会当有一条龙服务，带动台湾的产业转型，让业者更加放心。刚在路上的时候，我跟局长在谈这件事，说过去工研院通常做到实验室的部分。 就觉得业界应该可以接受，可是这段日子里面来，我们发现，在很多时候为了要加速进行的时候，那么必须快速的，甚至把试量产的部分也做出来，这样一方面有更大的空间，同时也让我们的业界更放心。过程当中，我们同仁也能够逐渐的学习到整个技术落实的时候，业界希望怎么样看这个问题。 在我们进一步跟业界合作的时候，能够把这些技术呢，真正的落实出来。对了，工业技术研究院率先进驻，其中嘛甲台塑共同打造环保电池的次量产线，希望加速太阳能光电计划，或者成为示范基地。今天除了挂牌很高兴以外，这个向政委把孟元任嫁到台南，那今天可能是。 这个大家大话讲讲，
这个礼品不是那么好，所以今天都给给赠。今天是台寿，我们台寿今天来送嫁妆啊，它这名称不是很好念的哈，就看一下哦，染料磷化电池哦，太阳电池啊。当然刚才看很多电池哦，这个可能都是台湾最尖端的一个科技的技术了哈，真的非常谢谢。沙仑历年科学城对无教有这一档当中，第三关学研共同合作之下，已经有了初步成果，也证明打造历年科学城这片处女地绝对不是画假。电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新休困一个，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说3次。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新台病院甲经济部工业局以及金属工业中心合作，建立伫飞行心理监测系统，结合云端以无线传送的方式，互护理人员会当随时监控有心肌梗塞风险的病人。现场病床的2位病人虽然拢有心跳步步菜镜头，不过一个只有装2个线头，可以当随时落眠床，甚至洗身躯拢会当。另外一个则是心跳、血压、体温等监测，拢分别爱牵电线，加上爱连接荧幕，病人根本无法度叮当。一个比较会当发现，透过生理监测系统连接云端的产品，互病人相当满意。可以到处走来走去，对啊，像就是之前那种大台的，就是会不知道怎么下床，对，然后也比较不敢下床，就是怕扯到或者怎样。对啊，这个就比较方便多了。虽然患者只有2个线头，不过这个护理站中央监控荧幕，拢会当随时了解病人的情形，伊有状况得当进行急救，除了减少人力负担，嘛减少医疗上危险。当然，病院会选择心脏内科来率先试验，这因为心肌梗塞的上大原因就是心跳不正常，所以一定需要监控。必须要把这个兴奋拔出。那这套系统的话呢，它最大的好处当然是有比较大的数据，而且呢及时的监测。那对护理人员或是对医师来讲的话，它有另外一个好处是它不用太多的数据的撰写那这些数据可以直接转换成医师要决定的一个决策。那同时护理人员他现在人力也是很紧所以这样的方式可以让文书作业可以变少。其实这套系统另外看不到好处是这样，但实际上的好处，它可能对于我们的医疗的决策尤其是在致命性的心律不整上，其实是很有帮忙的。这套新台病院参与经济部甲金属工业中心的升级医疗产业辅助计划，目前安装4层，未来嘛希望运用伫个人患者的长期照护等各种疾病，互民众伫家己厝内会当进行监测。这条系统如果说我们可以连接到云端的话，那这云端的资料可以由一个后台来控制。那后台的人员发现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可以提醒你的照护者或是病患本身，他可以及时的就医。因为很多不幸事件其实都发生在家里，譬如说中风或心肌梗塞来不及送医。假设有这样的一个机制，而且法律完整的话，这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方式，可以提早警讯病人，你的事件正在发生当中，可以提早。那对居家照顾很多都是独居老人
那如果这套系统可以用来协助独居老人的警示系统，我觉得应该是生命是无价的。伫欢喜甲排医生当中，不只要精辟医疗照顾方面，为了智慧科技的辅助，更重要是有机会挽回一条宝贵的生命。电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空中英语创办人彭蒙惠博士免费赠送台南市民下单字这个 APP。而且只有台南市有这项优惠，到当已经有1万名市民下载使用。市府为了感谢这份大礼，特别颁发感谢状给彭蒙惠博士，并呼吁市民把握机会踊跃下载。市府建立学习平台，提供丰富多元的学习资源，鼓励市民学英文，只介绍着空中英语教学的关键，让台南市民会当免费下载。下单字这个 APP， 也有使用数号100万组，让市民会当随时随地轻松学英语。市府31号特别颁发感谢状，感谢空中英语创办人彭蒙惠慷慨付出。谢谢我们空中英语教室，谢谢。You can lead a horse to water, but you cannot make him drink. 你可以带一个马到河旁边，但是你不会让葡萄喝水。好，那我们现在有很多东西，有 app， 里面有别的东西可以给台南的人看，但是他们没有用的话 ，they don't drink it， 那就不会不会好。So you have to use it or lose it。所以你们给人家很多机会，要鼓励你们天天用几分钟。英文的能力，英文的这个已经不是说出国去玩，是已经是牵涉到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跟生存的这个在国际上可能跟人家竞争生存的这个挑战，所以这个已经是一个严肃的课题。那很感谢彭博士，我们台南市在赖市长推动第2官方语，把英文推动第2官方语，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那彭博士就一直担任我们的委员，而且也都一直的很热心的参与跟协助。那么这次更提供我们100万份总价值到9000万的这样的一个 app， 免费的 app， 让市民来使用。那我想我们还要再继续的加强的宣导。现在已经有1万多个市民来下载在使用，那我觉得还有更成长的空间。为了鼓励市民多加利用下单字 APP， 市府将举办2017下单字英语故事竞赛，将提供奖金给优胜的队伍。市民对这个比赛若是有兴趣，会当网络搜寻台南市第2官方语言办公室，查询相关的资讯。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介绍这个国小校内树木甲环境的绿叶方舟这本新册，伫上午正式发表。校方除了详细介绍册本的内容，让学生更加了解大自然，也让小朋友家己种树啊，体会保护大自然的重要。200多位这个国小学生做伙欢欢喜喜，伫咧充满热秋的校园跳种树操。就是为着要培养每一位学生自细汉就对大自然有正确的概念，知影如何爱护树木。同时，校方也伫咧今日发表《绿叶方舟》的新册。这本册集合了校内老师甲学生的心血，有多位有文字记录校园内底树木数量甲种类，并画下校园的美丽景色。好，这次我们进行绿叶方舟专书的发表呢，也是我们的学校的校本课程。那这本书已经为期了1年的筹备跟制作，由我们的小朋友来担任所谓的作家以及画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把校园的景物呢变成学生的学习场域，让学生来从爱护校园的树木，进而到爱护整个地球，从自己做起，成为一个地球的公民。另外，校方也安排幼儿园的种树啊教学，由老师教导幼稚园的学生，互因亲自操作，对挖树坑、放肥料到压水，拢用心一步一步教导因正确观念。给它填土，把它填进去，填进去哦，让它住得安稳，盖进去，这个洞都填满，
这个国小持续教导小朋友正确的环境教育观念，也希望未来每一位德国国小学生拢会当培育成为爱护树木、爱护地球生态的地球公民。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专卖和牛火锅的连锁店，首次进军南台湾，就选定台南，而且阁是第8回的精品老展，怪出因的实力。业者表示，不管是澳洲，也或是日本上顶级的和牛，因拢有提供，就是要让消费者吃到上赞的滋味。看去南台湾的火锅市场，以澳洲和牛作为专卖火锅店，正式进驻台南百货公司，而且佮选定精品的老展，会当看出因的品质定位甲企图心。也则伫10月1号正式营业进前，先定现寿喜烧、呷哺呷哺等3种的火锅，强调就是爱搭配顶级的和牛上界调理。黑毛屋的特色的话呢，我们的招牌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3大锅物。那另外呢，我们是日式锅物的传教，是最特别的地方，是我们1年有4季关于我们总料理长以及我们的料理长所研发的日本乡土的锅物。对，那我们每年的夏天的话呢，都会推出就是摩兹锅。对，那冬天的部分呢，都会有一些海鲜的专门的一个锅物的料理。日本和牛的话，其实一般的人的印象的话，其实大部分都会停留在烧肉，但实际上的话，火锅对于日本和牛来说，其实实际上是最好的一个搭配。尤其我们都知道日本和牛，其实它油脂感是比较丰富的，对。但是呢，不论你是搭配涮涮锅，或者甚至我们最推荐的就是寿喜烧，对它的那个油脂的感觉呢，其实感度会降低，而且甚至你在涮的过程当中，你吃进去，实际上可以吃到就是属于日本和牛就是更细致的口感以及它甜美的程度。对，这个在火锅里面呢，实际上是比较凸显的一块。百货业者表示，和牛火锅专门店进驻百货精品老展，就希望走向副下式经营，加上是南部独家、台南第1间的概念，所以1个月内包厢都已经被固定，可见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业者表示，在1月19号之前消费原本1980块的特餐组合，开幕期间以1580块优惠。看来消费者的落地啊，嘛有够深。但新闻管制郭博义采访报道。连续2档得到网友评价上强的烧肉档，31号正式进驻东区的购物中心，成为台南头1间分店。这间餐厅的特色就是以大地肉甲特别酱来吸引顾客，一开幕就吸引大批的消费者来购买。这间烧肉档业者主打分量多，不管是鸡肉、猪肉或者是牛小排，每一碗捧出来餐点，店面拢铺满厚厚的肉片，不管是卖相或者是口味，拢受到真侪好评。更加连续2档得到网络票选上强烧肉档冠军的名号。31号这天正式进驻南胖购物中心。要带给台南的民众上界赞的烧肉档餐点。地表最强烧肉档的特色啊，就是大概有3个点哦。第一是我们每一个产品的肉量跟它的分量，其实都是大到让人就会很哇哦惊讶的。那我想现在的小朋友、现在的年轻人消费者，他们很希望能够吃得饱又吃得好、吃得爽。那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符合这个需求。第二个是我们的秘制的酱汁跟我们的烤肉酱，这都是我们创业7、8年以来一直都维持的一个传统，然后也是我们的独家的配方。那我们融入在每一个拌饭啊，或是我们每一个的烧肉酱里面，其实那味道甜甜咸咸是非常好吃的哈。那第3个是我们每一个配料其实都互相搭配的，我们都有很多巧思在里面。那包括像我们的骰子飞地冻，我们的温泉站上面有一个松露酱。那松露酱其实我们希望是给客人，即使你在吃冻饭，有像在吃牛排一样的感觉。那我想这几个特色是我们今天能够突出的一些原因，这样。业者以创新、分量、美味的达人精神，锁定25至35岁上班族，希望吃饱也当吃好的心理，以着日式冻饭的基础，发展出台式创新口味，超大的肉量，成功掠到消费者的心。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是好天，有时多云的天气，温度19度到27度。日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
感谢你收看10月31日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丁雅珊，咱再会。